咁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有高尿酸同埋痛風病喎。咁其實唔單止呢個老年人後生仔都有同樣嘅情況。咁如果你嘅尿酸高或者係有痛風，咁相信你嘅醫生咧都會建議你少食啲含嘌呤高嘅嘢啊。咁嘌呤究竟係乜嘢咧？另外咧，除咗高尿酸症同埋有痛風嘅人群之外，健康嘅人群喺平時嘅飲食究竟需唔需要治嘌呤嘅問題咧？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嘌呤相關嘅飲食注意。咁嘌呤咧係一種有機嘅化物，佢分為內源性同埋外源性兩種。咁內源性嘌呤咧就係我哋細胞分解產生嘅代謝產物，佢大約佔咗體內總嘌呤嘅80%。咁外源性嘌呤咧係從我哋食物中攝取嘅啫。佢大約佔咗我哋體內總嘌呤嘅20%。咁嘌呤喺體內咧，經過一系列嘅代謝變化咧，就會產生一種叫做尿酸嘅嘢啦。正常嘅情況下咧，大多數嘅尿酸咧都會經過腎臟咧，隨著我哋尿液排咗出體外㗎。咁少部分咧就會經過腸道咧隨咗我哋大便咁排咗出去嘅啫。咁有啲朋友就會問啦，謝醫生啊，點解尿酸高咗咧就會得痛風咧？咁尿酸喺我哋體內咧，每日生成同埋排出，佢本嚟咧係一個平衡嘅。但係咧，當我哋生成得過多或者排出過少嗰陣咧，血尿酸就會升高啦。咁高尿酸症咧，佢本身佢唔會即刻引起咩疼痛嘅，但係咧長期過高嘅尿酸咧，可能就喺我哋嘅關節或者係我哋組織裏邊咧，就形成針狀嘅結晶。咁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對呢啲結晶咧發生啲反應嘅，導致我哋局部嘅紅腫熱痛，即係痛風發作啦。所以咧，痛風嘅朋友咧，佢係需要限制呢個高嘌呤嘅食物，減少尿酸嘅生成。尤其喺急性發作期就要更加注意。另外咧，長期嘅血尿酸高，仲有可能增加腎結石、腎功能損害，甚至對心血管健康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有啲朋友仲會問，謝醫生啊，有痛風平時飲食應該點樣注意呢？咁而家痛風嘅發病率不斷咁上升啦，而且佢又有年輕化嘅一個趨勢。咁呢個同好多人嘅飲食習慣有好大嘅關係嘅。比如高嘌呤嘅食物攝入得過多或者係我哋酒精攝入得過量我哋要控制痛風，減少發作次數咧。咁呢個飲食管理咧就非常關鍵啦。咁對於引痛風嘅人群嚟講，飲食上要注意啲乜嘢咧？咁第一類咧，我哋要嚴格限制，甚至係避免一個高嘌呤嘅食物。咁對於有高尿酸同埋有痛風人群嚟講，咁呢啲食物咧係好容易短時間內咧顯著升高呢個血尿酸嘅水平。急性發作期一定要完全避免，咁喺緩解期咧都要盡量少食。比如動物嘅內臟部分嘅海鮮尤其係鳳尾魚沙丁魚生蠔其他貝殼仲有就係濃肉湯火鍋湯因為佢嘅嘌呤咧係好容易溶喺水㗎，長時間熬煮嘅湯咧，尤其係乳白色嘅湯咧，佢嘌呤含量咧一般嚟講比較高。另外咧，好似酵母製品，比如呢個酵母菌啤酒都要盡量避免嘅。咁第二類咧就係中嘌呤食物啦，即係可以喺呢個非急性期適量食用，但係咧就要注意控制總量，比如豬肉牛肉、羊肉、雞肉、鴨肉呢啲肉類。咁對痛風嘅朋友嚟講，每日建議攝入量咧係唔超過100到120克嘅，盡量選擇瘦肉。咁部分嘅豆類咧，或者係豆製品，比如黃豆黑豆或者綠豆呢啲乾豆類嘅就要適量。咁豆腐啦、豆漿呢啲豆製品咧，而家研究認為咧，佢唔係咁需要嚴格禁止嘅，因為喺製作過程中咧，佢部分嘅嘌呤咧，佢又會流失，而且咧，佢植物性嘅嘌呤咧，對呢個血尿酸嘅影響咧，一般嚟講咧，佢係少於呢個動物性嘅嘌呤，所以咧佢就稍微好啲，但係咧都唔建議過量另外好似蘑菇香菇菠菜花菜或者係筍呢啲蔬菜咧，佢雖然係中嘌呤嘅食物，但係研究發現咧，佢哋又唔會增加痛風嘅風險，而且佢又富含膳食纖維同埋維他命啦，所以可以正常食用嘅。
咁第三類咧就係低嘌呤嘅食物，咁呢一類咧係痛風朋友飲食嘅基礎，比如大米啊、麵條啊、饅頭啊、麵包啊、馬鈴薯啊，或者呢個芋頭啊呢啲主食，好似雞蛋啊、鴨蛋啊、牛奶、酸奶呢啲蛋奶類嘅，尤其係一啲低脂嘅或者係脫脂嘅一個奶製品。咁仲有研究發現咧，佢哋係有助於促進呢個尿酸嘅排出嘅。咁絕大多數嘅蔬菜啦，就比如白菜啦、卷心菜啦、胡蘿蔔啦，或者係芹菜、黃瓜、茄子、冬瓜、南瓜，或者係我哋嘅番茄呢啲。咁以及好多新鮮嘅水果，基本上都係低嘌呤嘅食物。咁呢啲就可以放心食用啦。咁飲品方面咧，最重要一點就係多飲水，每日最好保證2000到3000毫升，係以白開水或者係呢個淡嘅茶水為主，可以幫助咧稀釋我哋嘅尿液，促進呢個尿酸咧通過腎臟排出。另外咧，平時咧可以飲一啲低脂嘅或者係脫脂牛奶，都可以適量飲啲咖啡㗎。咁有啲人中意飲酒喎，但係其實酒精對尿酸嘅影響好大㗎。佢唔單止會使尿酸合成增加，仲會使我哋呢個血乳酸嘅濃度升高嘅，從而咧抑制腎小管分泌尿酸，導致腎臟咧排泄呢個尿酸減少㗎。咁痛風同埋飲酒嘅關係咧，唔單止同你飲幾多有關，都會同酒嘅種類有關。咁其中咧，啤酒同埋痛風關係係最明顯嘅，因為啤酒含有大量嘅嘌呤。而且咧，佢主要係鳥嘌呤合金，咁呢種合金咧比其他嘅合金酸咁容易俾我哋人體吸收嘅。咁除咗酒咧，我哋嘅甜嘅飲料咧都係尿酸嘅加速器嚟㗎。咁含糖嘅可樂啦、果汁啦，或者係奶茶啦，或者係各種功能性飲料咧佢個果糖含量都比較高嘅。咁一啲加工食品咧比如冰淇淋啦，或者係我哋嘅雪糕或者係麵包蛋糕或者係一啲水果糖或者係我哋嘅水果罐頭都有唔少個果糖。咁蜂蜜甚至有一半都係過糖㗎。咁果糖喺我哋體內分解嗰陣咧，就會直接生成呢個尿酸啦。而且相比蔗糖同埋葡萄糖嚟講，佢仲會抑制腎臟排出尿酸，所以咧佢係容易使我哋體內呢個尿酸成倍咁上升㗎。咁研究顯示咧，如果你幾乎唔飲碳酸飲料嘅話咧，咁呢個風險自然就低。但係咧，如果係男性，每星期飲1到3杯，記得高尿酸血症嘅風險咧就會增加18%。如果每個星期咧飲4杯或者係以上咧，佢風險就會增加到49%。咁女性朋友每週飲4杯以上咧，風險增加會更加高㗎。總之咧，如果你有高尿酸或者有痛風史，咁高尿酸期間咧，盡量少啲碰呢啲高嘌呤嘅嘢。咁血尿酸正常嘅人咧，平時飲食咧注意均勻飲食就得啦。另外咧，除咗飲食之外咧，如果係有高尿酸或者係痛風人群咧，健康嘅生活嘅方式都同樣重要㗎。咁第一咧就要控制體重啦。咁肥胖咧係痛風嘅重要嘅危險因素。咁我哋嘅體重降下嚟之後咧，好多人嘅血尿酸水平咧就會明顯下降啦。不過要注意就係咧，避免快速減肥，因為飢餓或者係極低嘅熱量飲食咧，好容易出現呢個酮症，反而會抑制尿酸嘅排出㗎。咁第二咧就係規律嘅運動啦，可以選擇一啲中等強度嘅有氧運動，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踩單車呢啲。但係咧，我哋平時要避免咧採取一啲激烈嘅運動，因為咧無氧運動咧佢會產生乳酸，但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尿酸嘅一個排出。咁第三咧就要注意保暖啦。咁尤其係我哋手腳呢啲四肢末端喺溫度比較低嘅時候咧，係更加容易導致呢個尿酸鹽結晶嘅釋出嘅，從而咧誘發我哋痛風嘅發作。最後咧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咧血尿酸高或者係有痛風發作，咁樣咧當血尿酸升高嘅時候咧，再食一啲高嘌呤嘅嘢咧，就好容易觸發痛風嘅。尤其係急性發作期嘅啫，就呢個時候咧一定要避免高尿酸嘅嘢啦。咁有啲朋友又會問，咁自己身如果呢個血尿酸正常，平時係咪需要治嘌呤嘅嘢咧？咁如果血尿酸係正常嘅，咁其實平時食飯咧就唔使太治嘌呤嘅氣體嘅含量，但係咧
都唔建議長期大量食高嘌呤嘅嘢啊，我哋係建議多元飲食啊，保持均勻就更加好啦。唔好將食物嘌呤對血尿酸嘅影響咧，又諗得太過犀利，係嘛？我哋體內咧大部分嘅尿酸都係我哋自己合成嘅，食入嚟嘅尿酸咧只係到少部分嘅啫。咁好多研究發現咧，飲食嚟嘅嘌呤咧，一般嚟講對正常人嘅血尿酸嘅影響唔大嘅。咁高尿酸血症咧，主要係代謝出現咗問題。一就係佢個尿酸合成得過多，一就係佢排出咗少。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因為本身嘅代謝出現咗問題啦，所以咧飲食呢個方面就要特別需要注意啦。咁對我哋健康人嚟講咧，就唔使特別過分注意呢個問題嘅。咁多謝大家。